台湾创学会的总结顺以陈亚兰获选金钟奖最佳男主角，以及2012进的后生男扮女装等冲击传统眼光的话题，照出来凸显两性平权不是口号。询问在场所以及主管该当接受，竟然无人敢举手。甲因做伙即阵的议员蔡耀辉却真有勇气答应穿上妇女会制服，就差无准备裙。衣服不一定是性向的表现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我们刚才社会局长提的这个利益的回避，甚至有人觉得男扮女装、女扮男装，他们能够接受程度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的两性平权真的只是落于口号而已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回去审视一下。我认同蔡议员的讲法，不过衣着也只是表象而已。好，那因为人要发乎心里面对于性别平权的一个尊重，那这两性平权是真的。会后议员王家珍嘛特别高调献花小听两性平权，以总结顺网络直播力量来宣传。议员蔡会主动请女装，嘛借此表达要服务妇女会成员。我们倡导女权，也要注重两性平等的概念。我们3、4个议员的议会，我们宣导这种概念，我大概咱的社会早一点两性平权是真正的做得到，不是口号。今仔祝多谢蔡淑慧吼，因为一个这里属对我想要做，希望10几档高建拢无完成我的心愿。阮忠诚吼嘛是做这妇女运动，家珍嘛推动很多妇女运动吼。我们希望我们国民党真正的民意代表当一个楷模，卖像民进党安尼拢无做迄个执政了拢会出代志啦吼。我相信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鼓励大家国民党的男性走入女性的团体。一方面鼓励女性走入男性的团体，达到两性平等。两性平权不是口号。但新闻顾问及林银庚采访报道。那招待来访。